这不明物件，唔知什么物件，目前也无人再来看高雄的代志。高雄首港区一个汽车旅馆，有一队入去大阿某发现讲，伫固定这电线丝的螺丝孔，其中一孔有尖孔的摄影机，分惊一个赶紧报警。业者对警方讲这应该是进前来这大个人客安尼，验过呢受害翁某人讲业者应该负责，也佫风声讲头家是检察官，对了这个代志业者讲无这个代志，也佫高雄地检署调查发现讲负责人姓黄的这个女性因翁，就是台南地检署一个姓陈的检察官，也佫已经伫2019年离职啦。这个里面，民众翕到汽车旅馆的房间，用来固定电视的螺丝，干那怪怪，拍开来看，发现不得了。开几个人去？唔有电线，阁有电路板，过来发光，赶紧通报警方。它里面有没有？应该就是一个无线接收的。业者讲，前2年有中心装潢大过人超过1000人，怀疑敢会是进前大帮客盗的。高雄一对姓吴的翁仔某，顶个月31号住伫小港区一间汽车旅馆，因为惯使用 APP 探测较无温书，想要到伫电视边仔发现异常信号。我有看到有一点点红红的，我先跟朋友讲，朋友说你关灯看有没有一些红点。当事人和旅馆业者敢若阁有起口甲刷甲过程放伫面册，阁传出业者呛讲头家是检察官，态度真恶质，连检方拢决定主动清查，业者嘛出面来赔回。我们也很纳闷，真的很纳闷。所以你们也没有老板是检察官这样？没有。不过，高雄地检署调查发现，旅馆负责人姓黄的小姐的先生，就是台南地检署姓陈的检察官，伊伫2019年离职。不过，不管敢有做过司法官，旅馆内底有到监视器嘛是事实。警方嘛遵照妨害秘密罪嫌继续追查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